有兩個滑輪咧，就攞嚟去扣住嗰條繩。天窗係50、60年代民房常見嘅特色。喺個瓦頂嗰度開個窗，開個窗咧就可以散到熱，同又可以撞到涼風嚟到去調節屋裏邊嘅溫度。木梯扶手嘅扭爭睇起嚟似簡單，但係就蘊含木工藝師傅嘅精湛手藝。有個斜度，嗰邊又有個斜度，咁你就又要攞翻圓嗰個位，咁你所以咧嗰個木咧係好大嚿嘅，然後將佢慢慢界成佢，咪用刨咧刨好下佢啊。昔日建築嘅屋頂、門窗、樓梯都離唔開木。木藝行業嘅變遷就見證住本澳嘅蛻變。不過，你有冇認真欣賞過呢啲傳統工藝呢？澳門廣義堂木工藝慈善會得到澳門基金會資助，出版上架木藝工友口述歷史同上架行會館圖誌，期望俾市民加深認識傳統木藝。百幾年咁多個先輩，幾代嘅耕耘，咁佢哋所做出嚟嘅成績，對我哋嚟講咧係打下咗一個好豐厚嘅基礎。咁我哋對佢哋咧就係一個欽佩，亦都係一個珍惜。咁再從簡單嚟講咧，其實我哋就係想保存、想推廣。上架木藝工友口述歷史，記錄咗13位老行友嘅故事，由佢哋嘅人生經歷到工會故事，以至建築行業喺呢幾十年嚟嘅變遷，帶引讀者走入時光隧道，了解當年木工藝師傅們嘅生活。特別喺3年08個月裏邊咧，就去屋企嘅家當乜嘢都賣清賣光嘅，真係凳都冇一張坐下嘅。咁能夠自己做到一張凳，或者我哋以前咧冇鞋著嘅做屐，都係自己做。用嚿木咧咁咧，自己就可以製到隻屐。揾啲嗰啲車胎嗰啲膠啊，咁樣啲皮啊，咁樣釘啊，佢咁又可以有鞋著。3代都加入上架行嘅徐紅，14歲拜師學藝，由散工起日做夜做，到後嚟自己做老闆，直到75歲先至退休。有啲比較深刻嘅咧，就記得澳門有間冠南茶樓咧，佢香港啲人過嚟開嘅，咁我哋嗰陣時同佢做嗰啲餐椅咧，就好堅實嘅，做到佢結業咧，嗰啲餐椅都仲喺度，用幾十年嘅。圖文並茂嘅上架行會館圖誌，收錄咗200幾幅珍貴3行歷史照片、碑帖、匾聯同大量檔案資料，將上架行會館170幾年嚟嘅發展歷程生動立體咁展現。不過整理工作繁複，工會話好彩得到澳門基金會資助，先至無後顧之憂。睇見嗰紮舊嘢，自己又唔認識嘅嘢，你一睇落去已經好煩。一掀起嗰張嘢，蛀晒蟲、爛晒嘅有啲，你仲要去再整理。有咗基金會對呢個出版嘅資助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專心去做好我哋自己本身嗰個編排嘅質量。木工藝除咗係技巧，亦都係文化。日常生活步伐急速，你有冇諗過放慢腳步，多啲留意身邊嘅建築物，欣賞木工藝師傅嘅手藝呢？